大家好，我係 Tony，我依家係 Year 4嘅學生，讀緊資訊系統同埋管理學嘅。我依家身處嘅地方喺荷蘭嘅 Rotterdam。點解咧？因為我喺 Year 4嘅 Sport 嘅時候咧，去咗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裏邊做一個 academic exchange 學術交流嘅。咁喺呢度咧，我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喺荷蘭交流裏邊嘅一啲經歷啦。咁喺 Erasmus University 裏邊咧，其實我就係讀咗呢個嘅 School of Management 啦，同埋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呢兩個school 嘅。咁入邊咧，其實都讀咗 Transmedia 嘅 Management 啦，同埋一啲嘅Business Simulation 嘅科目。咁其實佢同香港咧有少少唔相似嘅。香港咧比較 practical 為主嘅，佢當中咧會比較係講一啲 real life example 啊，講點樣係應用落去我哋日常嘅商業世界裏邊。咁喺 Erasmus 裏邊咧 ，professor 咧最主要都係 research base 為主嘅，所以咧佢哋通常會用 research 嘅方法入手啦，然之後咧透過唔同嘅 reading 或者用我哋自己做嘅 survey research 揾翻一啲 correlationship， 再跟住落去，再同我哋去 drill on 某一個特定嘅 concept 嘅。咁所以咧荷蘭會比較 theoretical 少少，咁對比香港學生過嚟荷蘭嘅話咧，會有少少吃力嘅。介紹完就讀嘅大學，係時候要介紹一下荷蘭。荷蘭嘅首都係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就好似香港嘅中環。雖然冇乜高樓大廈，但好多嘅跨國企業同大公司都會選擇喺鹿特丹設立荷蘭嘅總部。荷蘭係一個多元社會，聚集咗來自世界各地嘅人，當地嘅居民都好包容同尊重我哋。就算我哋唔識荷蘭文，佢哋都會用英文同我哋溝通。不過嚟到荷蘭呢4個月最難適應嘅係天氣。我喺9月嘅時候嚟到荷蘭，雖然已經係雨季嘅尾聲，但間唔時都有狂風暴雨，甚至乎上一秒陽光普照，下一秒大風大雨落冰雹。喺呢度適應嘅問題咧，除咗大風大雨好似我依家咁樣咧之外咧，第二個問題就係天嘅問題啦。點解咧？因為依家先5點鐘嘅啫，5點鐘嘅時候個天已經黑到咁啦，所以咧同香港有好大要適應嘅地方，就係要對抗住呢個黑暗嘅時間啦。雖然喺荷蘭遇到唔少困難，但喺呢次交流獲益良多。例如自己學識踩單車之餘，教埋朋友踩單車，一齊穿梭呢個城市嘅每一個角落。我認識到嚟自世界各地嘅朋友，亦同當地人交流，機會十分難得。我亦都趁住呢個長假期，同一班朋友、中學同學相聚，體驗歐洲悠閒嘅生活節奏。我仲同朋友一齊規劃行程，去咗13個國家旅行，感受當地嘅節日氣氛。就好似去咗法國嘅主題樂園慶祝聖誕，喺倫敦一路食提子，一路跨年倒數，之後仲去埋瑞士嘅少女峰。雖然我哋冇計劃太多嘅行程，但大家周圍行下就會發現歐洲邊度都有驚喜，唔使擔心旅行不似預期。說走就走，漫無目的咁行，同朋友一齊搭過夜巴士，體驗 backpacking 嘅生活，遊覽平民區同熱門景點，捕捉到每一個國家嘅獨有面貌。最後希望可以解答到咁多位同學仔對於 exchange 嘅一啲疑問或者啲迷思啦。中意呢條片嘅記得喺下面撳 like， 有啲咩問題嘅歡迎去 IG 上面揾我哋嘅學生大使會非常之樂意解答大家唔同類型嘅升學問題嘅。最後我哋科大見啦，拜拜！我依家執機返香港啦。